台电外包工人伫咧万荣林道无细里跋落去山坎骹，互人搁一概注意到塞车接人客来爬山的问题。这个所在本来是干那互工程车出入，因为人车无人人，到爬山的人为了要省时间，开钱来坐车。林管处本地就有规定，落尾稳强解互爬山的人先行过管制站，搁再上车。无想到即届也是发生意外。 想要挑战100月之一的乐顺山甲七彩湖，爬山的人客来找包厢工人出钱来坐车，为的就是要来过万荣林道这一关。因为这个路段属于管制路线，只有工程用车会当出入。9公里的所在，阁有设管制站来咧查。不过规定是管车无管人，所以有真侪爬山的山友拢会用这个方式来节省行路的时间。入口到36公里处，起码要经过。 4个小时。据报是登山客是从我们9公里管制站，然后走进去，然后走到10公里的地方，然后再由他的工程车再进去42K。千万唔通小看这项商机，因为伊的费用是一直起，要到30公里的所在，来回是2000到2800块。若想要进入42公里的路段，一抓就要3000块。虽然工人伫咧私底下来咧接人客，进前都捌互林管处发现来咧坑甲阻止，但是有政策就会有对策。司机解互山友先用行过管制站，再搁上车来坐。去年的时候就开始一个人征收来回2800。那么我们也多次的劝导，依照我们来讲，我们是没有法则可以处罚。捌接过人客工人讲，一般大家对路拢是真熟悉，平常时接送的时间会控制伫咧早起8点到下晡5点之间，抢趁这个辛苦钱，造成同业来咧竞争，安怎嘛想袂到。如今传出暴露山谷的意外，嘛互管理的问题甲制度的空棚浮上顶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